新竹户口係北台灣出產物嘅稀重要嘅象徵。當日人民蘇軾呢時節，當鐵路會判水務界的發通。雖然對10年前那開始推動嘅戶口物嘅係冇算講過有名，不過鄉親佢出家呢後，佢用心嘅種，更加已經係當地喜好嘅高經濟農產呢。不過有現在冇辦法種個多地位，產量都冇辦法增加。安尼戶口嘅物嘅產業要用嚟發展呢？請家連王宣勇嘅報道。為採新竹南北片推提愛上的獨有嘅戶口鄉，客家鄉親也是嚟堅持進行。本單受到提醒讓鄉農產品冇嘛有名嘅兩位，2多年來殺菌為兩項農作物。天天嘅數到市場主義，甚至當年都被期盼生態嘅水務界發通。物嘅品質，因為土質、然水分、然天氣各方面非常適合於人家的戶口地區所產銷班種出的物嘅，所以物嘅品質非常好。你戶口物啊，總共種有12公頃，你嘅經驗的品質，你嘅產量要非常高。你平均一分天啊，是做得數到3000台斤，一台斤呢，普通的就30元，還有天一命就入等的啊，全部就賣到40塊、50塊去，所以一分天啊，是數了你差不多有10萬元的收入，非常的好食。打破傳統印象，戶口物嘅升級，至今唔會收本苗栗公幹，也係高鄉甲線兩條素材。就其老其他地區來比，戶口的推提愛上的項種物個電度還難就提升。因為人家嘅蔬菜呢，有東北季風，我吹落時節吼，佢嘅所有養分吼，我落到該無頭地都以為收頭去嘅吼，所以該形成很多豐富嘅澱粉質。佢好到處無小心當吹啊吼，我特別的香，當好食當粉啊，唔會受太急，公講緊就啥啦吼。甲線啊，叫落山風，叫個落山風啊。你北部啊，就東北季風，因為就魚誒，就靠過啊，魚特別香，香是冇風樣，中部是下冇人風，冇風冇人大，但是佢魚啊大條，下個條，但是你戶口魚非常好食，佢最重要係佢魚佢風吹過呢，吹過佢魚啊，佢香魚啊，自然是會走出來的。新竹人戶個種植面積大咗45公頃，戶口鄉出價的為3股1股，係種植面積最大嘅鄉鎮。哈那兩種冰冷戶個唔但搶飽滿，平均大粒都做2-3斤安重，未提高嚟農民嘅經濟收入。今年修心有辦，今年風菜小好，產量就增加好多咯。好多啊，平均有辦，非常好哦，平均比往年嚟現在好。所以現在還少掉個戶個出售的豐收，大概10年來得到600戶口戶個冠軍嘅期太高，對今年嘅升值強容持到非常詐騙。戶好先冇事，係只新熟線，你切穩呢，你只切穩呢，切穩新熟線。一般嚟裂開啦哈，你差唔多就裂一半啦，你50塊就做一磅咧。但是挑妹啊，挑老妹啊，你挑兩妹啊，還蠻當好食，差唔多就裂就1/3啊，全條好食。啊，你就讓奶啦，那個筋條全部放上來，哦，你嚟白太機，哦，真的是真正嘅。出場係對一張藝術品嘅心情，見擺幫助類嘅戶個，其他個都一張留佢裝牆內，一張留佢擺好食。阿有嘅用心，難怪係戶個專家。係那戶口嘅戶個，做乜嘅做得就安好嘅品質咯。佢講，除了10張嘢嘅生長期為用心照顧之外，新竹安泰嘅風未幫助當到。食得為油全部都得，但是佢風就靠來啊，會掉水啊，會掉水。佢掉水叫做澱粉質為沉澱質啊，澱粉質為沉澱下來，那水分掉出來。
在雾的上，所以新竹风非常好。至少，你新竹的米粉来风吹啊，鱼咪用风来吹啊，就吃饼啊，强强就係非常的特色就像。因为东北季风吹了以后哈，它的雾特别的香啊。哦，那时候采收其实都该给让的形成光合作用的养分，全部落到个雾头底度去，所以俺附近的雾呢特别香，特别好食。当然想想，安泰嘅新竹风竟然未系呼吸雾嘅好食嘅眼睛，不过蒙天是盘中竹风险，就像系麦界下好嘅雾嘅，系个冇啥咗嘅，肯系为半掉虫嘅事。放咗那时间啦，你雾啊，又好又快，因为雾啊，当到平冲海那些，你还复修落雪，你听是复修落雪，就落水天时间啦，因为。係水當台機會，風勢台機會，不少多機會走上來啊，咪走上來條道，到嚟搭面啦。其實搭面緊雪咩？還不緊雪啊，就水冷雪兩下。最近見團人空前過癮，唔殺咗個嘅結果，出係為半條蟲嘅事。咪轉為安樣，胡歌就做得好事有空前。不過就得講係做下容易公嘅處理過程，用半日唔上到胡歌恢復品質。其實未係專門項目。你一聽話嚟處理啊，幾天冇平上鐵，平上鐵啊就會受傷。啊，你一煙啊，你十字切割法，十字切割法啊，準下去啊，嚟燒下去啊，你是佢最穩陣嘅物就唔會受傷到。啊，你平平一下啊，你就只是變，你是無別受傷嘅咧。啊，你穩陣嘅啊，係了了。重心係個技術，天天嘅打重量上，今年首先100個副歌，是法當然沒注意到中，就其抬出來時間，沒就做加工。安尼也副口的也無吼，也目前來講，嘅品質當綿密，我像安尼一個做不啊是啲，安脆起來吼，當鬆，當鬆軟樣樣啦，吃起來吼唔係水硬絲樣樣。非常的好食。大產量攞嘅時節多嘅時候，咁講冇幫伊來用久嘅快鐵吼，所以上來去做加工吼，然後佢小隻好切塊或切丁來冷凍，真空包裝冷凍伊來賣吼，天天賣安樣會放心。老張做好嘅副餅，一袋一袋不用啲陪伴，第件為財富橋老街嘅老糕餅店，按當年來出係用布餅做招牌。見到禮拜6日，都就東到嘅人客，佔到2件細細嘅店麼。當然，好無個未會做好功夫。你烤餅之前最重要係，然後要滷一凍燒來，滷粉了就達到按設定的啊，該燜出一些，按你餅長就咧落去哦，冇嘢按你餅配出來是唔得會硬殼殼。將隻好嘅副歌吹出過後，打做面面，就算餅過後，個餅都配上。粉土調好，出咗得定定出來。不過你東岸還會做一隻動作，差唔多配15分鐘吼，因此咧大口咧不會全條，因為大家滷嘅滷溫吼，冇當潤有啊，每一個點嘅冇潤吼，下把配有啲拍有啲好嘅糊吼，所以你不會全條一像安尼些是差唔多咧，加1分鐘，安尼是不會出爐，安尼不會調調一下。為了20分鐘過後，此3次小嘅糊餅已經對配送地度傳出熱情嘅香味。到你最美嘅時節，還係半日非常期待。當香哦，當燒哦，就安尼食嘅時節是當好食，當拄好啊。堅持用次糊嘅老餅店，產量雖然冇多，不過啥也係富口嘅傳統名產。從細出做個餅嘅調價樣。當欠嘅講，唔係幾多就幾強，重點很係多，係咪注重次嘅糊個？不夠成熟，做出來是一定冇香，會好硬絲，一定硬的。做了水面，我哋現目前要做做糊片，我就特選挑動水台條水漿的來做加工，到挑白打逆向操作，到挑白人講。因托每個人來做加工，我要電導是講做選最好的，安尼來做加工。
伫专门出产五个嘅虎口，湖边已经变做菜地铁山。不过好食嘅虎哥係講究暫掉嘅料理技巧，肯定係相當難。佢出來嘅魚，當餸，佢煮起來又香又軟又好食。當好食啦，本人食到很上會緊嚟食。強讓為財富口路街，也跟利用半世紀嘅老天上人作為傳統料理嘅傳統。除了這般嘅客家菜，當然虎口五個嘅三季之道，除為咗好食嘅五個料理，就係了咗東主客家味嘅魚板鹹豬肉。魚板哈，最好嘅魚板啊，切一地地那煎，煎過之後，我上去炒鹹豬肉撈蒜啊。我哋用虎口出產當河式嘅魚哈，並且當河嘅魚，到傳統嘅方法做出來嘅魚板，哈，喺切過那煎，煎好之後，係我用切間我哋客家人嚟鹹豬肉哈，鹹豬肉人個白白到啲強下炒出來，係佢嘅風味前好。如此有如形容，好食嘅魚哥做乜嘅料理都懂讚，提出嘅世界嚟變做類歐羅嘅人口。最好嘅第三之一，個按優質嘅推鐵魚哥，運用辦理不農民得到海南國嘅理解，對種植面積、判發同嘅效果，甚至係品牌包裝，都有更多改進空間。你話難題係咪？你種多種多係小市場嘅問題，因為你唔係講當大範圍，因為種量冇人多，你咪就農會有。傳統市場好來做，來嚟輔助，你個啲廣告牌過來，非常熱心嘅嚟評論。但係最主要係講量冇人多啊，咁冇辦法哦，讓大市場嚟配合。特別判發通嘅時間哈是到農業，啊發通高鐵哈就穿過水無痕啦哈，高鐵有點下來，所以係講要一段時間親密質名目哈，來判到發通。不管講你要為菜地嘅人，然係講點哈，大家做得當3萬來為大家來服務哈，為觀光客來服務哈，我相信前有前途。因客家人行部署啊，唔曉得去宣傳，結果呢，魚嘅品質也有多，最近啊，有農產試驗所來檢查結果，哇，新竹虎口鄉嘅魚嘅技術又好，各方面冇宣傳做唔得，所以也就各方面宣傳。宣傳呢很多落實，你看嘅，要包裝紙也非常落實。那以前啊，一般人啊可以講，你看非常強哦，也非常便宜，也一弄到100個元嚟啦。要按好些東西，你特別是啊，也一隻落20元、30元。技術判發圖做得大雄面上，包裝生意做得增加銷售，控態種植面積做得增加市場競爭。你都看起來都簡單嘅方式。其實都關係到虎口魚哥產業係咪做得重燃發展？最近推廣10年嘅水貨節，還有更多嘅事情為國家做。不過係講整體嘅配套做好，未來當年冷天，相信虎口鄉親種出來嘅魚哥，天朝會很難用。